举，草堂占权柄，普天之下，无为而治，太师。列公太师，只因武汉奉先，才胡老官大罪一生不露诸侯，劳苦功高，今被酒宴奉请列公与武汉欢聚一番。吾等奉侍太师，列公请。太师请。六位大臣，我还因何来此？这个，我有机密要事，未必相负。你且讲来。我这里有私信一封，请相父观看。谁呀？将赃文拿下！且慢！我身怀虎贼，为何将我拿下？你这个老匹夫，私通袁术，要图谋害老夫，尚不是苏醒落在奉先之手？老夫的手举，不就是落在他人手中了吗？动作！马上动作老臣子，我不扬名快人子，都应过你别自卑。奉先在你，王大人，张文犯的可是？是，哼，我这又没犯罪，张文就是榜样。张文，太师退你不薄，你不给私通元神，为你太师，像你这样妇女之身，把你斩了，也无愧于心啊！有吴老大人，像这种破逆之徒，私有与孤计。来，将张文的尸首拖了下去。今日之言，求改为神头而言。杀张文，为是君。列古来报衰子，再怕国定，神武在场身怪绝。
翠溪南色水。青山里，长街浪里霜岸是细细翠墨用，莫不是为了动作乱草纲。老爷他自见无忌心从，我有心啊帮他解愁门，有同伴这祖母有别针。西藏文，四不曾掀起卷曲。我有心也不曾苦负良门，
钦佩，图你事情。不是才子。婢子调传参见老爷。夜君更甚于到此作甚？婢子在几日里见老爷面容月气，像是朝中出了难解之事。婢子不管东问，来到花园对有做到，愿老爷早日升仙，跪天康泰。朝中总有大事，你一个女儿家也是烦难盼得，快回房歇歇去吧。婢子三十女里，颇知大义，听得声色，那才是动作。起身。你方才也是太师，他偏怎么样啊？他上欺天子，下害忠良，尊不武，独贪生利。他对。尽管放假你能说骂太师，滚当无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爷平时常将此言教导于我，而今动作略觉照常妇有节制，彼此不过议论几句，老爷便怪罪于我。难道平时老爷所言都是假的吗？这。老爷长吁短叹，必有为难之事。婢子母老爷收养多年，无有为报，倘若有用武之处，万事不辞。老爷呀，动作专权换社会，把心王不贪不难费。老爷与他同朝立本族，这虚妄最是江湖。你不允听，不允我弃金衣，刮目相看，西天子小流传，一见要领，更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眷。出发灵官生要紧，走从人莫非要此女承担？调转，我这里与调转非夫相同，为国家死度我双膝跪背。老爷，快快请起。哎呀，调转啊！动作
做吕布操你早晚就会自信。我虽早已灭去国之自信，怎奈兵权都在他们父子之手，不欲苦撑自己。否则，听你一番演讲，我倒想提一条计策来了。什么计策？连环自计。连环计。是啊，那动作吕布乃救世之徒，我有一心将你收为一女，先许配吕布。所以这心与动作，你在暗中互相挑逗，使他们父子反目成仇，互相残杀。这一类去可不以一辈子自取也在了。莫非是要用我去引美色自己吗？正是。连环计倒叫我犹豫不定，难道是要我杀气吧？双子成群人们都难灭粮草，此事非你不能成也。倘是大功告成，你名垂千古，可算女中豪杰。有请是，有请王后。啊，王后，啊，王后请。请上座，不管也不管，他人内当朝元老，故内相当相助，故莫错为一官妓女。封今天下别无英雄，非将军儿。老夫非尽将军之责，乃尽将军之才。为我不信保全同来害死，不雄马空错，尚未顾得娶妻哟。怎么尚未娶妻吗？是不应谢老师女妇，愿为王后要礼。此次多谢司徒大人
老夫特备魄力，以表心意。来，将礼物献上。情随绪，怎么是刁钻小姐？她以为我兄弟，真是小女所写，一遭将军上位。细听着官儿插子小姐声，想必他曾历经官，更尽心，难得他特地为我云真心。情当年，大姐小姐情呀，怎么？你要当你的戏吗？真是。好，好，好。两位听着，佛是小姐插堂。是，请小姐插堂。你我从头，记心头。清风一路云彩水，金色盛装下红泪。儿啊，这就是你平素敬慕的吕文儿，夸夸上去拜见。妈妈，
叫错，叫错！儿郎，有道是神州吕布，天下父丧，也在闺中朝中夸赞文儿，乃是当世英雄。怎么，小姐在贵州常常夸赞着我？是啊，今日相见，理应敬酒三杯。一杯酒，四酒文儿，才胡老官他谢神威，这胡老官么？胡老官一让我尊归神威，吕布单骑勇对刘光发。瓦镜焦虑啊！儿郎，文不恐怕送去进去。文儿，请用酒。请用酒。最小人，切切六岁一双眉，暗日里每首句闭着眼。
之。还有第三杯，我小女这第三杯酒，四斤王儿因我必是另外生子啊！苍天嘞，真是我儿先生谁？一听立马快成这样啊！禀老爷，曹王差送喜来，请老爷先去一日。晓得。啊，问儿玉玺非请啊！哦，好，这里与我小女陪伴，老夫我去就来。司徒请便，司徒请便，司徒请便。弟弟，你要快去，快回呀！小姐，请坐。文儿请坐。请问小姐芳名？小名刁顺，请称之话。海居年华，可是许人分？这尚未。小姐倾城一字，怎可言无佳节？女既有应，自贵宗基，何须杂技呀？小姐既知此贵踪迹，当月知私情有余，遥遥送女，君子下去。此事必与英雄呀！这英雄，小姐，下吕布死前世以来，赤兔马踏遍天下，风体计未曾结婚，可否称得英雄也？你问回我，范江府的天下第一，是算是个大道的英雄了。小姐既知不是英雄，就该许什么？许配英雄。翠，刁顺，小姐呀，玲珑经过你情丝细。今相见，敬酒三杯，一杯醉。
须呀！梦君不知我心里，将军可为我爹爹吊船，为父叫你陪伴问候，你怎么可以如此放肆？弟弟，问儿他什么？他向女儿举亲。他向你求亲，小婿拜见有无？我儿乃世界豪杰，这样的好女婿到哪里去找啊？请有无早听假期？今日13，就今日吧。哎呀，来不及了，明日时候，明日。你是日记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是小心也。15日时候15日。好，15日乃团圆之期，15日迎娶小姐，告辞了。送问候。哎，该叫延续了。送小姐，15日请看假期。禀大人，相府垂掖，东太师今晚过府。来得正好，吩咐下去，等太师到古月相迎。是。弟弟。太师，敌人相邀之意，不偏命也。太师，今日宴观卿相，皆还家吃素已尽。太师不知之内，必等救吾之位。到那时，你我这君臣之分相隔，不能尽同僚之会，故而今日相邀，列表诚信。有多少抵抗我的，都被我万我团身劫废了。非有你师徒为神何神，深谙无心，孤身得罪红月，就不愧对于你。谢太师，故上来，太师请。
临近房埋风雷，如此平地。自在梦里月光，今宵百城再归苏光绪，似蝶梨花。故燕儿真贤美，曲不算心。真是孤美无美，神更美啊！众美女一个个体贴轻盈，哎呀，引得我老年心动了少年心，无计中为兄弟，有君有美。太师府一父子，却是家臣。小女子今年多大了？ 18岁了。哦，这倒巧得很，他也是18岁老父母，还是你58岁啦。哎呀呀呀呀！疯子却是真乃神仙其中。神也，是的，太师，你可知老夫的心事？
知吗？下官不知。老夫府中设有杯不同的金银赛，切不可胜意的也是花样。哦，听太师之意，下官倒明白了。明白何来？太师莫非携小女吊转之意吗？什么？小女吊坠？她是你的？是我从小收养的闺女儿。拜见太师。太师，你是喜欢下官就将此女献于太师，早些侍奉。是的，此话当真？当真。老夫这厢有理了。呀，死不得的。今日就是黄道节生，请令二谢老夫同了为夫。是，来替小姐更衣。啊，美人！告知！启配在怒水，烈冲天。他因为举把船，扛不担随家国，将人原本压心做成里吊船西京苦得痛哟，真晓得里女妻妾分开。一夜间月无子，怀梦风。
相思谁？恰才子平地里有情故来，按关羽一朝美梦去情欢，见相府与女子共枕眠，可常忆往昔别人啊，今是我心中的家人没传卷。霎时间，我中杀怒气。启禀王魁，四大人请到。进来。是，有请四大人。这是两妹，我乘坐才兄啊，严氏快进！你是何人？哎呀，也许我是你的岳父呀！呸！马月生才分了王爷，戏弄日不谈其人，即将调转许配我，为什么又将他送进相府门？今日里撒泼将里来将去，你把虎上你府里曾回去。哎呀，这，哎呀，这往出我是气呀！哼，家是叫人上楼这样。哎呀，问儿呀！昨日里太师驾临开山间，闻听吊坠许奉献。他说到婚姻他是非儿媳，这一要结儿媳面，一见之下落开胃，当即将他带为夫婿，收拾要什么？明日为儿把婚外拿。晚婚什么晚婚？哼！他什么？早与美人同上共枕了。啊！
是此因为。此话当真？你是不信，可以去问我儿调查。调查。今相逢已3天度14年，石虎爷男子情，从生才见。这东中此年我从爱陪嫁，我正好牵女婢将他迎亲。妙龄少女不老成，谷中狂地那块能中常为师徒自家温馨是因为喜来正欢见这句欢声句声啥成啊？只因生旦去不成，我自个强装风雨把本今日里老着中我是情妇，南京吕布怎能把计查？老子今日上朝去，吕布他一早来相团，他与我一手带雨呀见面。此刻见我想左右远，将心中只把老臣，可我爱妻人生。
娘亲。我以为美梦姻缘自在的，吊船终身有平安，才知晴空千匹里，老者当晚来相亲。荒城早为完婚啊，离我为夫们。可怜我轻怕身子脏，谁如今是妾身已被老再无面目是郎君，本当一丝表心意，只因为比见君面，虽是莫不明。今日相见，明心交。郎君啊，你今生不愿将谁来是谁的鸳鸯门？此番别故，平地起老成团身，自根我吕布三日一无阿夫。但见一世情梦中，世间绝非人本性。为夫是爱你恋你，有空高情，怎会得起生辰恩？
我灭得了机，拜托老子，你我是有团圆之日。今日老子上场，我能推空进来，倘是这次救队，恐被撞见生命，小心保重。啊，就此去也。惧怕老者，关心上我以虎狼为母，你我何生才得团聚呀？且在身归母尼，堂堂一表内将军，不想再为他生子，花前也难保其身，闹大的英雄。学习，我不是推子，也是团子心。你上我去死吧！你上我去死吧！你上我去死吧！杨今日早朝，你不与老夫一起为，竟携子来到凤梨亭上调戏吊罪，你死我逃离！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哎呀！马上吕布笑出声，是我爱情灭神人呐，灭神人！太子，怒气冲天，很难消。太子，你们父子是要往好好说，滚开！你这是人原是你，等我爱妻天理不容。啊！你还有理呀！太子，方天画戟，要你一命！太子，王妃，太子，气死我了！太子，气死我了！太子息怒，太子何必为一女子伤了父子之情？你应以他就为重，我快还是将吊砖赐给吕布的好。呸！你的爱妻，为何不送给那小畜生？哎呦，吴大人，小婿的爱妻便是林哎呀！呀！把老夫都给气糊涂了啊！哎，太子，想你老人家胸怀宏图，勇谋大义，建章奉先父子，如今为一女子杀进牢于他，只怕吕布杀后反目成仇，甚至事断，他是难成了。小伯神自乱他们，方太师陷入情死。那以你之见呢？以小婿之见，莫是将此女赐予吕布，吕布定为以死相报，他是苦成了。太子，请。
刁钻，过来。太师，你这样与吕布私通，外不与我从人。招来。太师，这一年上早去了，我一生在房中深观细目，谁到枫叶顶畔散步。不料那吕布突然出现，来到我的身边。哎呀呀呀呀！你接他来了，就该为皮才是啊！是啊，臣妾真要为皮，不想那吕布，他满面笑容，将我保子。这事情乃是太师之事，何用悲伤？哎呀呀呀呀！好你个小畜生！后来又怎么样？姐姐她自古无父，一定难逃这生，又不管高声喊叫，怕对了太师的脸面，只好对子私情了。刁钻，不想他跑得更近，又因非礼。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太师追进院来，摘去了妾身的性命。怎么反而我有吕布私通？我有何脸活在这世上啊！哎呀！不要哭！哎呀，不要哭！既算那吕布爱上了你，就叫你许配于那吕布。你们两个年根相听，郎才女貌，生于老夫独也。太师，哎呀，太师啊，刁钻有意进高言，一片忠心可待天。方才吕布是非礼，只见苍原西刁钻。太师你莫怪吕布应不你，反被刁钻扯冤言，更欲将我刺进山啊！牛水香小菜今天。刁钻，既算你忠心于我，老夫我哪里舍得你哟？太师，哦呦，不要哭！方才之言乃是戏言。快来李氏之言不能依他。李氏，我明白了。想那李氏与吕布相交甚厚，才劝太师将我许配于那吕布。李氏啊，李氏，你这个朋友之妻，连太师的脸面都不顾了，我恨不得杀害自首，放下我心头之恨。你看，你又来啦！哎呀！不要哭！不要哭！方才
之言不要放在心上最好哦。太师，你不要深造去了。这是为何？恐怕吕布律师所说。哎呀，不妨事。哎呀，太师！哈哈好，明日令我去到梅屋取旨，将吕布律师留在京都。这一下你总可放心了吧？后面陪酒与美臣要紧。是。吊在随我来！金我长江美夫妻。结果总因为吊着梅屋里进路途远，此去不知何时返。他只怕离晚之期就这段，我只有孤身作战，听讲已是把老者见。莫记老人也没去，此情又是光有情，策马过你真平易，我定要再为吊着表忠伟。梦看那李伯承那才根，他官为吊船细心为，他主动来把李万根，我必须坚决一事，再算第一。怎样了？吊人姑娘手抽错乱顿来，待修复后即便关上大队，你等先应便是。是。叫做吊老者因我美无意，自去了那南生湾啊，将军都一起为重。我自原来是在军团哟。
可亲，不那自欺人冷落，连小姐狡猾横发风雨才。我有心戒掉了这仙风药，讨的是故障的面少祝愿，结局上路万千差。今生英勇心事结。四季临生死地，空花四叶也忘说，将军顾念小爷们。问儿，错是这家秀佛请美臣上错，是他了。教授，你快说说，你我死后才能团圆？弟子捏枪炮把老子接。秀佛，太师美神说说常言。为何一人才此长态？我不是为你女儿吊索，怎么，你们二人还不曾完婚吗？老子早也把他纳为妻妾了啊！真的竟有此事！文儿泄露，怕得下官严明。岳父他臣啊！莫你早把灵儿调入许配于我，不料竟被东子老子强硬发作，自己不肯放他与我为婚，自己又把他带去卖我，更是为贵夫妻了。
师竟做出这等卑鄙之事，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唉，怕只怕裴氏小弟不知铁石一人，连你我都难到前来呀！家财万在身边保，你我脸上都浮光。下官年已过无勋，写早外待也平常。将军你年少，万青城宏图初转实辉煌，给是英名天下扬。怎可梦着妻子他中也肮脏？哎呀呀呀呀！下官失言了。我的自杀人，怎奈与他有不知之节，恐被世人耻笑。问候此言差也，何尝向文儿心里铁石心动，有什么父子之情？倘若他念父子之情，为为了你之气为吃吗？我的子，我一定要杀灭老子，就此吊走，以显我心头之愤。岳父大人，可有去教我？这不，俺要求父他生啊！为了解救你俺，万莫吊走，我救你了。也罢，因这翁婿之情，我也顾不得这条老命了，应是请去。今日情况快来，你最些怕以先父之身屈枉美物，将传天子明诏，将老者诓进草内，我等一起自止。好。啊，美人，再救我午上一曲吧。是。来，准备起来。李万基的起兵机场县官，为自坚强生死操。
啊，美神，你来开。美吾曾经和平心，天下正邦其自见。艰苦工厂爱爱爱，太苦报爱情。更有你这前代美人，挽手相离，可爱与郎。杨尽虚岁去迎红。禀太师，众郎将离所求见。命他觐见。是，离所觐见。众老将李所恭喜太师，贺喜太师。老夫喜从何来？天子平日之后，此却精力不足，欲要鸟生传位于太师，所以先下诏示太师，你就要趁机换通，登龙为了。诏书快拿来我快。是。故就要登此大宝，不想求在今朝。李叔，不知黄云之意是何？皇司徒已做好水船的准后资格将领。那李氏如何化身？领袖的事将会驸马，子孙欢喜不尽，正恭贺他将为朝议。太师，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就请太师起驾吧。太师请，好，请，好，且慢。故错因多梦，难爱情。曾经有心裁，身不灵。快起来，今世今日福结兆。帅位之事，该是应。眼看起家是将长，不料想老子与边关不去。
哪户来呀？我家梦见一条金龙，时时照在我的身上。这条金龙不就是太师您吗？是此说来，这一梦心菜乃是绝招。乃是绝招。这齐家秀帅，内可取得？真可取得，要在拜太师希望登基。好，老夫舍得龙位，求封你为贵妃。谢太师。李上我也提前恭候圣驾，愿我子万岁万岁万岁。好，老夫登基之后，你也连声塞军。谢子隆恩。来，在准备出马，即可进京。是。哎呀，太师，哎呀，这年这仇人又是为何？哎呀，太师，这你的仇人乃是不将之造，万万不可负今。哎呀，太师，这你的仇人乃是千秋万幸之招，是要太师前往长安改成龙车丰年呀。对，正好祈求欢喜改成龙车丰年了，太师请。是此陪马。太师，备马送驾。在宫中到处荡海，谁是碰我们的计谋了？你要严相防范，绝不能让他怕了唐死。弟子，你要到哪里去？哼！你这股三心将军，等太师回来，再与你算账。如今光明才忘了，风炮将子浓云密布四千里。
这秀才之事怎样了？禀太师，一切真配去序，总不过一在谁在台等于太师。是此兵马相前。兵马相前。哎呀，太师，这大队人马怕惊吓了满朝大臣。非接到女婿立誓，与武汉奉行，塞请铁甲一人立我左右，兵马相前。父王，二人特来恭迎父皇。儿乃故我的媳妇，故三等九五，当封儿为天下兵马总督。谢父王，请。请。李国二外将军，策马之步，何等公话配子？是。东主听召，回下。什么？还要我跪下？哦，太师，太师，你做亏这一次，等谁了说，皇帝就要向你下跪了。太师，请。他汉征后3年，有奸臣动作，谁良民欺君误国，列举此事，教外门。我问哪里？我恨哪里？来也！来啦，快来与我除掉这把乱阵杂子！那自欺人生人，害我梦许归奸臣，今日还我英勇纷纷，定要叫你尽忠。老子一次，带我去找刁人去。